没不带，讲没不客栈飞面话，好渔民的那种客栈飞面话。泉州面，我黑波店面，手借我，手借我你就讲，每个危害就江海手借来嘿嘿呢，危害就江海手借我手借来嘿嘿呢，买走海龙，泉州面，我还黑那须波店面，手借我江海手借来嘿嘿呢，泉州面我黑就是这个 market， 就是这个集市。那须波店面手借树子就站在那儿，你手上它怎么啥，像个同里香，手借树子，我江海手借来嘿嘿呢，闲的，每天就闲站在那站着，没事做。泉州面我黑波店面手借我江海手借来嘿嘿呢，要煮酒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